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今天去看爷爷奶奶，顺便把最近演出拿到的奖品送给他们。天真的很热啊，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是我的快递是吧？娘娘，我来着。哦，你来着？我开门啊。阿爸，那现在那想着孙子来看看的。想不着。哎，当你都一开空调个外头每年的。开个。但是让人的后啊。那我不能空水来，今朝到个汉么子不能。你看看啥么子？那哎嘛，埃点侪是我个专利品个。哦。埃个是我带张刚刚去参加一个国台个比赛。那些啥叫国台？我不懂。就是打棒。打棒。拿上2瓶卤水来，搿埃个送拨，你就把它调起嘛。把它调起来，你上趟拿个来再来拿1瓶吃出来。埃个1瓶只有2两，真还扎扎。哦，把它调起来，没海。埃个是我去唱婚庆，2盘中午。把它调。那不帮一样的，总归干不难着。哦，帮你到夜吃吧。阿调年纪多少反正。那么还不再重要么一只钩子。一只钩子。哎，我晓得你多一只钩子有问题，上趟粉丝团怪在我，哎呀，只钩子了啥个再来调脱，我讲慢慢接来。今朝一只钩子来，肯定付得低，你去删看。娘娘，你到一只钩子也用至几花辰光？一只有2年在。一搭边浪向侪是圆滑。哎，那个没删出来个圆滑。准备去毛一只嘞。哎，他用不到毛子，我真还叠笨的。来看看我侄子在干嘛。雨生，你在干嘛？写作业啊。你这个计时写字是老师规定的，还是你想出来的？因为写字慢，所以就计时。好吧，你这个色彩呢，包了阳台啷个了？里向开个空调阴阳。哦，还是怕包了外头挖脱。哎，中浪晒的。搿么啥地方包了冰箱里呢？烫呀。搿搭也对个，你都包来的。是个。哎。第一个来再拿拆开来看看。把你。礼轻情意重。那个是半斤头呀。没半斤的，只有105毫升。那个是1瓶1吃头，夜里又吃脱的。Later， 爷爷奶奶家回来了。最近的话是国家大事啊，大家都在关心。那么尤其是我爷爷，因为他是38年出生的，正好是最艰苦的那个年代，并且十分不幸，他在11岁的时候和父亲永远的分开了。所以我爷爷的愿望啊，就是他有生之年能够见证历史。我也一样，希望这一天越快越好。用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说，我们拭目以待。